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回来到义岸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告电台。咱顶一集呢，咧讲一个刺杀蒋经国的案件啦吼。啊，咁要甲伊杀的人吼，其实拄则敏宏姊也有讲吼，其实是一个团体啦，一个组织啦，毋讲是一个人、两个人安尼。啊，咱即个网络顶头写的是424黄文雄即个刺蒋案啊。毋过，阁有一个人嘛是要刺杀即个蒋经国，尾后嘛是失败，叫做郑平，对无？对。郑平其实比即个黄文雄因的刺蒋案较早。哦。因为差不多同时期啊，伊这是伫咧台湾倒来。对。哦，郑平伊本身是一个做胖的师傅。嘿。啊，伊是信基督教，伊是教徒。啊！伊一摆伊就是趁着迄个教会要去日本去做交流嘛，啊，伊就退去啊。对。啊，退去当然伊伫咧台湾又捌听过苏明这个人。啊，所以伊去到新店味吼，迄阵啊，伫咧台湾的地下是一个朝圣地，你知道？啊，逐个拢要去看迄个英雄是啥人，啊，所以逐个拢会走去，啊，伊就脱队，啊，家己走去找苏明。啊，甲欧里桑讲起来了吼，伊就感觉讲伊。一定是要做一寡代志，啊，因为伊本身伫咧台湾倒来嘛。1974年迄个时阵，其实也是白色恐怖的情形之下，也是迄种真控制甲真严格的时阵。对。啊，伊当然教会相对来讲要出入嘛较简单，啊，所以伊就去，啊去接触到欧里桑，啊，伊就因为对国民党的不满，啊，伊就讲。伊就中间，伊就讲啊，你要先去发展。我想讲，你要先转来发展人，发展人啦，你要全台湾人拢来变做一个真强的力量，你才有法度对抗国民党。对。我人伊是一个组织，你讲一个人，其实对伊来讲，咱拍伊袂倒。所以伫即个情形之下，伊就中间伊就来回去找去迄个新店味去找苏明几落摆，但上尾一摆乌里桑就。有甲伊讲，伊上尾一摆去的时阵啊，伊甲乌里桑讲，伊讲我要来枪杀蒋经国。乌里桑讲袂使，你若要枪杀蒋经国哦，你枪袂使伫台湾找，我对日本这边传互你。啊，结果伊讲你要等2年。啊，我枪会交互你。啊，但是因为伫台湾内底，逐个总是逐工你触袂着自由的空气。对。所以，迄心情会真郁卒。啊，你尤其佫是一个热血的台湾人，有义性的台湾人，大家当然无可能讲待咧等袂落啊。啊，所以伊就伫台湾内部家己找枪。啊，你知影台湾的枪，若要拢嘛是乌道的控制。啊，乌道甲国民党嘛绝对一定有关系。啊，找着真正叫丢掉。啊，规旁拢去国民党掠去，所以迄个郑平案内面其实掠真侪人。啊，迄个时代嘛，真侪台湾的，参像迄个，我顶旧年国史馆内面有出3本欧里桑的地下工作3本书嘛吼。啊，内面其中一个研究员伊就讲着，讲迄个时期吼，参像彭明敏啦，因拢有受到救援嘛，国际组织有救援，所以伊无代志，走有去啊。啊，是地平，欧里桑独立台湾会上甲即寡知识分子无共的所在，伫咧讲，欧里桑的遮即寡地下工作人员拢是脱车卡的，拢是基层的农民啊、工人啦，拢遮较济。啊，所以讲地平因为吼，独台会所咧做的拢是地下工作，大家拢暗的，无人公开在咧宣传的啦。所以讲，第一，伊甲国际上无接着，国际嘛毋知影讲台湾伊互掠去嘛毋知啦。啊，所以讲地平才去互枪杀掉，上尾才去互枪杀。所以讲，伫咧所有的政治案件内面，地平是因为政治案件去互枪杀的。啊，尾其实乌里桑嘛有改变伊的想法，对无？伊就。当然，迄是一个大环境啦，因为当然因去破这案吼，当然啊，佫拄着数理署刺蒋案件，
蒋经国也惊着，所以你看尾啊，蒋经国要死的时阵，讲我嘛台湾人，我嘛中国人，对对，所以伊会改变策略变做崔台青的迄落嘛。所以讲，迄个大环境，74年代以后来嘛，真侪台湾政论啊，就讲台湾要求民主的声音出来啊，也有开始反抗的声音出来。所以有你通看讲，那安尼，伊就要改变策略啊。伊个战术甲战略就无共款。所以伊的战略上，伊就是变做改做用地下暗的，改做用公开啊。你武力的就开始变做是用宣传的，用即个整理思想的方式，甲以前的伊的方法就完全爱无共款。对。尤其当然，亲像独立台湾话上呢，胡里桑伊甲93年进前拢是伫日本，伊无法度转来。伊当然中间伊逃走转来2摆，但是伊无法度转来情形之下，伫咧台湾做诶遮，互掠诶，互关诶，伊中间嘛捌转来嘛。所以尾啊有诶一寡政治上人才来讲，苏明拢嘛叫人去死。但即个物件就是真歹去落。伊人伫咧日本，伊袂当转来。但是伊嘛是坚持一寡地下诶，逐个拢要对伊做伙做。这是逐个共同诶意志啊，毋是干那讲苏明家一个人诶意志。所以我定下来讲。不管啥物款的组织，不管啥物款的团体，你看到是一个人，但是后壁一帮人无一定你逐个拢捌。对。所以咱毋通，所以我一般我伫咧独立台湾会遮尔久以来，种长期训练来了后，我就无啥会去追星啊。因为感觉讲你若听你咧宣传咧讲的，我刚要看讲你咧做。对。你做的是啥物？比你讲的佫较重要。对啊。因为所以讲，阮一个同事嘛，捌讲，伊讲甲规本机啊，做无一汤匙。所以迄是台湾话内面真趣味的物件，佫加学一句，讲规本机做无一汤匙。本机即马少年囡仔可能嘛毋知啥物做本机啊。拢用扫地机器人啊，对吧？对啦，其实吼，你看苏明互你送，你讲伊咧日本伊若无咧日本卖炒大面，迄边哪有钱呢？对无？对。尤其伊的钱拢是，伊生拢是安尼啊，前手寄钱，后手空啦。前手摕来，后手就拢无去啊。尤其伊伫日本咧做吼，尤其拢做暗空的嘛，所以伊的钱无寄咧银行的。或者你要柯文哲即马寄银行，若叫人冻结你半仙，你嘛摕袂到。对啊。所以伊就无寄银行，伊拢放在伊面床头边啊，一个钱刀啊内底啊。若要爱少年囡仔去摕，你知我明仔载要爱做啥物活动啊？讲爱偌济钱，10万20万爱拖开开啊，算就等互伊啊。所以伊咧用钱，真正讲啊，真拍手啊，是靠迄间店。对。所以靠迄间摄水饺煮塔肉面，安尼赚来的钱。就是你若是有人有去过迄个新珍味迄间店，迄位吼，其实迄位真好呢。真好。迄个位是伊去不过是最老的一个。伊迄个三角形啊。对，伊是伊去不过落出来吼，伫正酒边，卡拉 OK 店迄个巷入去第一间。对啊。迄是真迄落，伊一摆吼，伊都三角形嘛。对啊。伊一摆都要出去，外口一个人入来啊，甲伊小拄面嘛。伊问讲迄个苏明有伫咧无？就毋捌伊啊。对。伊就讲伊爱看讲伊即个人无啥会着，伊讲伊出去啊啦，叫我去特务啦，特务国民党的特务要来找伊啊。伊讲无伫啦。迄嘛是真趣味吼。就是讲即摆苏明，因为胡里桑已经离开咱今年差不多5年嘛，5冬啊吼。即摆基金会其实也有咧运作，毋过基金会即摆差不多运作的方向是啥物款的方向安尼？阮即摆头先是将胡里桑以前所留落的物件先整理啦。尤其的文章啦，是讲像阮最近就阮伫1996左右有做一个地下电台。不99.3，台湾敢若即个共款。台湾大众广播电台。
迄阵啊做留落来差不多3000几片的录音带。哦。有一寡是中学里。哎，咱开 podcast 安尼，3000几片。安算啊，是讲要安尼做啊，互你送的声吼，互大家会当听着安尼。所以这嘛是一个解。我说当然，伊过身了后，阮就将新庄整理好势，就变做市民博物馆，当互大家来伫遐怀念伊，了解讲伊在线的时阵做啥物款的代志。阮旧年伫咧从日本新丁味的4楼，楼骹也咧营业啦，也咧趁钱。4楼的部分，阮就甲整理好势。当然是9坪尔，足细间的，一起20个人就起甲十通通啊。当然，迄间上主要的吼，伊的重要性伫咧讲，台湾人400年书这本书伫遐完成的。伊第一本是日文版的。对。阮尾啊，旧年要去整理的时阵吼，去挖着宝，你知影？伊的迄个印台湾人400年书的迄个纸形，也伫咧。哦，是啊。伊个看着讲，这啥物件？世博知影，世博博物馆的馆长伊知影，伊讲，哦，这是迄个1962年的哦，1962年的，伊讲这是早期咧印珠的一个纸形，也伫咧，尾也找着3版，伊印3摆，伫日本印3摆，3版找着。阮第一版目前是寄付互。摕转来寄付互台南文学馆。第2版伫咧正台，阮家己一版是留伫咧日本，就无摕转来。所以阮讲嘛去挖着即个宝，整理好势了后，阮即马目前是安尼啦。每一个拜六，每一个个月上尾迄个拜六，下晡会做2场的导览，互人带去你顶头看。普通时是无开放。普通时因为人楼骹咧营业嘛，咱伫遐的同志，逐个嘛是拢属农工商啦，嘛无可能讲我定拢定伫咧遐，所以一般拢是经一工固定的时间对我，所以有诶嘛超工拢对台湾去嘛有，伫日本有真侪日本人嘛真有趣味啦，有台人士吼，逐个嘛真有趣味，也有去看。所以，阮目前若伫遐咧导览嘛，台语的也有中文的，嘛有日文的，以后看有英文的无？就是今年8月时阵去日本，其实就真袂拄好是头一个礼拜去，嘿啊，都敢若食着大面尔。食到大面嘛袂歹啦，伊迄个塔路面吼，伫咧日本就敢若即个师傅样做。以前学里上咧做的时阵伊讲有真侪来食吼，就知影看就知影差不多是总破西，要食看迄个味道煮袂起来，煮袂起来，所以伊即卖迄个塔路面、大卤面伫咧新店味算是一个真主要的，迄落。所以阮即几年来就是安尼一步一步行落来啦吼。当然因为阮其实除了阮第1年整理新文物馆新庄这边，甲整理日本这边有对外募款以外，阮其他拢是只有靠家己的连我都想，像学里上伫咧时阵共款，咱有偌侪力量，咱就做偌侪代志。咱敢若到遐咧搬糖共款啦，一步一步豆豆会当拖，咱就拖偌济；会当做，咱就做偌济。我即摆上重要，咱即摆即个上重要重点就伫第一，上即个基础上泡好了后，当然要互搁较侪少年囡仔知影。迄是一个台湾的100年的近代史。这拢是无了解。其实我最近有一个看法，就是讲，台湾人要看历史上重要啥？看讲你的立场要伫倒位啊。对。你两边伫咧冲突的时阵，你是要徛伫咧正的迄方，还是要徛咧扁的迄方啊？亲像你讲，高宽允因老爸啊，高显荣啊，伊咧清朝要来的时阵，人伊去清兵入关啊。伊讲我请伊入来减死偌侪人，伊嘛看法啦。但对台湾人来讲，迄个就是你5-3贵啊。当然咱也袂同意啊。你若莫互入来，反正伊无遐尼。无法度讲遐人全部入来，伊是伊带日本人入来，毋是讲带清伊咯。所以尾啊，日本来了后，所有的盐的全部拢互国家利用，这都利益关系啊嘛。
所以即个部分就是讲，咱咧看历史的时阵，咱的立场，你是要徛咧大众的立场，还是要徛咧统治者的立场？即两点，咱会真清楚的分开。咱徛毋着去，就变做了白啊去。所以这就是讲，咱伫咧认识历史，你真正要讲看真相哦，无啥物真相。一人讲一款。所以讲，只你要认同的。你要接受的是倒一点安尼尔，但是上要紧的是，咱咧讲历史的时阵，咱是要用认识历史清楚了后，然后咱会正确的，要讲要互台湾以后行对倒位去。这点是真要紧。你有诶讲行对中国去嘛，真好啊。但是咱讲咱400年已经着经营甲安尼啊，即马台湾伫世界上经济嘛一流诶，佫。你讲民主自由，就讲世界拢全真迄落的时阵，国际地位拢真悬的时阵，你佫屈入去中国里，要死路一条。所以当然有的人就是安尼啦。你该讲真侪吼，嘛真侪人拢已经示范互你看，你去用掠，去用抬啦，伊嘛是袂讲误啊，伊一定爱敢若家己去犁头垫底，去弄甲安尼钻头钻伤了后，伊转来才甲你讲有影也袂使。拄着这人嘛讲说，但是这是个人的自由啦。你要去，咱就尊重你。但是你若去用掠去的时阵，去用抬去的时阵，你要来爱咱嘛无法度啊，对无？所以这是一个讲伫历史上，无论啥，每一个人拢互咱做一个照镜。伫咧上关键的时刻，你要选择的是啥物嘢？细汉时阵听阿扁讲太平洋就无坎挂，迄当时阮就想讲一个总统哪会当讲即个话？尾读了搁较济册看足济这种台湾历史了，就讲其实是有影。你真正感觉中国迄边好，其实你着受过嘛。咱嘛甲无要甲你动嘛，对无？即马你着机票买一张啊，你会使过去啊，嘿啊。但是即马嘛真侪人有真侪人去啦。但是咱当然祝福伊啦。你若伫遐会发展，咱嘛甲你恭喜。嘿啊。但是你若讲，你莫讲，因为你家己个人的选择，然后2300万台湾人爱甲你做陪葬，这个绝对是袂使，咱嘛唔爱啊。从起码你有台湾留一个自由的所在，你若讲去发展甲袂好势，你要转来，你还佫一个退路啊。你台湾拢锁伫内底，你就死路啊！你连退路嘛无。对啊。当然有人退就退日本，退对美国去啊。像马英九人伊规家拢嘛伫美国啊。还是讲习近平人伊规家嘛拢伫美国啊。所以因人的选择是安尼啊，咱的选择是啥物？然后咱无，我定定想讲吼，咱袂瘾走的啊。无爱走的啦，走袂去的，咱就是伫台湾。对，我死也要伫台湾，咱台嘛要伫台湾。顾台湾就是咱遮大多数台湾人唯一的责任尔嘛。顾好势，留互咱的子孙。讲歹点嘛是互子孙家己决定啦。我从台湾建设好势，你若交互恁，你若讲我中国较好要去，当然要死，咱嘛无法度。若是200-300当了后，真正发生这个代，咱嘛无动的。以前欧里桑捌讲一句，伊讲哦，台湾绝对要防止中共过来。你若互中共过来，真正占领台湾。对。你讲300当嘛并袂过。对台湾国较低落。你若中共来吼，台湾也无即摆好光景。当然，咱讲对咱做一个台湾人来讲哦，即摆中华民国咱绝对毋是咱的选择啦。对。咱上归尾上爱就是台湾独立，做咱家己一个国家。即摆是一个过程尔。对，所以讲咱即摆到目前为止，咱上重要就是爱将以前的历史，甲传落去，互少年囡仔知影。毋是干那讲停留甲中华民国停，就无去啊，袂使安尼啦。所以我定定讲，虽然阮即摆车队无搁继续咧走啊，但是阮的工作嘛是为着台湾独立的即个正经的工作，继续伫咧做，这绝对袂使放弃的物件。就亲像咱咧讲即个地平案，其实中央教会今年的青鸟行动嘛是足支持、足挺的，然后全台湾的中央教会拢足挺这个行动，其实就是咱是即个土地啦，咱伫遮大汉，然后咱伫遮生活，这就是咱的认同。今日真感谢，真着闽同志啊，甲咱讲即个
真正伫互你上身躯边才听有诶台湾故事诶，真正感谢吼，咱这是义言之声少年人诶现义广告电台，咱后一届呢，搁在空中再会，感谢再会。